李清照同丈夫趙明誠接近30年嘅婚姻生活，咁除咗咧，趙明誠因為官場黨爭咧就唔結，即係丟咗官，而令到咧兩夫妻咧係隱居喺青州10年，可以咧就躲避戰亂同埋顛沛流離嘅生活，咁更加咧就可以共同研究金石書畫同埋賭書燒得缽茶香嘅雅趣生活之外咧，其實咧大部分佢哋嘅時間都係因為國家動盪啦，咁過住逃亡嘅生活嘅。又或者咧，趙明誠咧就要隨住朝廷嘅調派上任官職啦，就從南方輾轉去到又從北方輾轉去到南方。咁呢一段日子咧就充滿離散啦。咁同埋趙明誠都係自己上任嘅，就冇帶住妻子一齊去嘅。咁所以咧，佢哋過住嘅生活都係即係離散啦，同埋貧困啦，以及咧對故鄉嘅懷念嘅。咁趙明誠過咗身之後咧，李清照就更加孤身面對國破家亡，文物保存咧遇到嘅種種災難。而最差嘅時候咧，佢更加喺無依無靠嘅情況之下咧，就被騙再婚，錯託非人嘅。咁仲惹上咗即係官司，仲要坐監添㗎。呢個時候，李清照嘅文字裏邊咧，就清楚可以睇到咧，佢就從清麗走向蒼涼啦。咁李清照咧就屬於天才之士嚟嘅。嗱，佢喺度講述佢同趙明誠咧玩賭書缽茶嘅時候咧，佢就話自己嘅記性力咧就即係記憶力又特強啦，過目不忘。睇嗰啲書咧或者畫咧，佢都能夠咧好清楚記得咧喺邊一本啊、邊一章啊、邊一頁啊、邊一行添啊。咁佢啲詩詞歌賦書畫咧皆正啦。文字嘅功力更加係不凡。咁喺佢大概26歲左右咧，佢竟然咧就寫咗一本咧一篇咧就具革命性嘅詞論，強調咧詞別是一家嘅觀點，咁確立啦詞體獨立嘅地位，亦都反對咧北宋以嚟咧就以詩為詞嘅傾向，主張咧詞應該重視音樂啦。典雅嘅同埋自身獨特嘅文體，咁形成咗佢獨創嘅易安體嘅風格啦。佢仲對當時嗰啲詞壇大師晏殊啊、歐陽修啊、蘇軾、秦觀、柳永等，哇提出咗批評喎，真係好犀利喎佢。但係咧，佢真係有明確嘅審美標準㗎，唔係立亂㗎。非常之專業嘅批評，佢主張咧詞要婉約含蓄，以情為本。詞咧就唔同於詩，唔能夠咧只係講氣勢。咁呢啲觀點咧，後來成為咗詞學嘅重要基礎。嗱，佢咧就批評哇啲大師係點樣批評嘅咧，好有興趣睇下。我一見到我就即刻好犀利啊！一定要睇啊，唔可以錯過。咁佢就批評咧，佢話柳永詞寫得好，但係太俗；蘇軾才華無敵，但係詞太似詩啦；秦觀咧情深，但係太柔弱；晏殊咧華麗，但係唔夠真情；而歐陽修典雅，但係略少詞嘅味道。用今日嘅詞評專家嚟評論咧。李清照每一句咧都好似咧手術刀咁啊，切得準，亦都切得深。因為咧佢睇得比外人咧就更加清楚。佢嘅詞本身就係完美嘅，即係體現咗佢嘅審美標準。咁情深而不俗，婉約而不弱，精緻而不浮，清麗而有骨。咁佢自己就係嗰個時代嘅最懂得詞，亦都最能寫詞嘅人。呢個係權威嘅批評嚟噶。咁詞論咧係佢嘅高度，係宋詞美學嘅巔峰。而李清照呢一種獨立同埋自信咧，係佢最迷人嘅地方。
咁李清照另外一篇著名嘅啟係投翰林學士祁崇禮啟。咁咧呢一篇啟咧喺文學史上嘅價值咧，哇都非常之高。咁佢嘅價值在於咧，唔在於係詞組嘅美啊，而在於人格嘅確立。咁葉嘉瑩教授咧就對呢篇啟嘅評論咧就係佢係一篇咧喺極端不利嘅處境之中咧，以理性、尊嚴同埋文字自救嘅一篇生命文獻。咁我睇下啦，李清照當時咧佢嘅處境係非常之惡劣㗎。咁佢係孤身帶住亡夫嘅寶物咧，就走咗去好陌生嘅南方啦，又冇家族啊、官場嘅人士保護同埋支援。咁遇到咧一個居心叵測嘅小吏張汝舟，咁就佢咧就虛報自己嘅官職啦，同埋滿口謊言，就騙取李清照嘅信任。咁佢哋不久之後咧，張汝舟咧就露出真面目啦。除咗咧侵奪文物之外咧，甚至咧就對佢進行家暴添。咁婚後100日咧，李清照就立即反擊，而佢唔會再去忍耐啦。佢做咗3件呢喺宋代極為唔尋常嘅事。第一咧就係迅速咧提告離婚。哇！真係原來宋代真係有離婚㗎。跟住咧就係以法律嘅途徑去告丈夫。咁佢亦都承擔婦人告夫等同犯罪嘅刑責風險。哇！原來女人你都可以提出離婚嘅，但係你都要受到即係懲罰嘅喎，真係好唔公平。咁佢擁有咧極準確嘅判斷力啦。佢知道咧呢一個婚姻咧係唔可以修補嘅，再拖延咧佢嘅文物嘅同埋佢嘅個人嘅人格咧，甚至生命咧都會有危險嘅。咁事實證明咧，張汝舟之所以能夠騙婚咧，唔係因為李清照天真啊，而係因為咧當時嘅制度咧係令嗰啲有資產嘅孤立女性咧成為最容易被合法剝奪嘅一啲嘅對象嚟㗎。咁而李清照嘅可貴之處咧，就在於佢冇將錯誤去內化，因為怕羞恥啦，所以乜嘢都唔敢行動。佢咧就冇為咗名聲去忍耐暴力，相反咧，佢選擇用法律、文字同埋理性去自救。哇！真係顯出佢嘅人格嘅高度。你睇下今時今日嘅幾多女性家暴之後都唔敢出聲，冇勇氣去面對。咁佢依法告夫啦，因而咧亦都被牽連入獄啊。但係好彩咧，佢坐咗9日監咧，就得到遠親翰林學士祁崇禮之助咧，就被釋放出嚟。當時社會輿論咧就對女性當然係極端不利啦。但係咧，佢冇哀求或者係以柔弱去換取同情，佢而係選擇咗咧以事實、以法理、以人格陳述自己。咁喺宋代女性嘅書寫裏邊啊，呢一篇咧係罕見嘅主體姿態嚟㗎。佢嘅文章咧唔煽情、唔痛罵、唔會自憐，只係梳理咗事件嘅經過。講明咗行為嘅動機啦，界定咗何者為非，何者為正。佢咧就係唔會以柔弱詞人嘅姿態，而係咧以一個咧冷靜嘅法律同埋道德論證者嚟陳述。哇！喺一個咧將女性道德責任無限放大嘅社會，佢作出非常清醒嘅反擊。咁根據文體史研究者嘅評論咧，就話李清照咧將啟咧寫成咗人格嘅文書。啟咧本來咧就係下對上嘅公文，語言咧就極端嘅謙抑嘅。但係李清照做到咧謙而不屈，敬而不卑。佢尊敬對方嘅地位，但係咧就冇放棄自己嘅尊嚴。一種分寸咧。令到呢一篇文章咧就不流於哀告，亦都不
墮為控訴，而反為成為咧可以被信任嘅一種陳述。咁喺古代文書裏邊咧，投翰林學士其崇禮啟咧係極高超嘅寫作倫理文章嚟噶，同佢嘅詞放埋一齊，一齊喺度睇咧，就係咧一條好完整嘅生命線嚟噶。你會睇到一個驚人嘅一致性，佢唔係咧喺唔同嘅文體裏邊咧變換人格，而係咧喺唔同嘅文體裏邊咧用同一個人格咧去應對命運。即使咧有住極坎坷嘅晚年啦，咁李清照表現出咧極高嘅哲學智慧嘅。雖然嗱佢孤身一人啦，但係咧佢仍然好觀察能力好高啦，對自身同埋外界啦，佢嘅情感咧亦都非常之真實。佢從來都唔會自欺欺人。佢喺詞裏邊咧既抒發極端嘅哀傷，亦都展現面對現實嘅清醒同埋自救。咁面對困境啦，佢始終保持住人格嘅尊嚴，唔會咧被社會禮教啊或者嗰啲男性權威去左右。佢嘅一種智慧咧係遠超同時代嘅男性文人啊！因為男詞人即使遭遇國破家亡咧，多半佢哋都有官職啦，有同僚啦，有家族啦，同埋社會嘅網絡。但係李清照咧，佢係一個女性。孤身逃亡陌生嘅地方，冇政治力量，冇家族嘅庇護，佢甚至咧被誣告啦，被審問啦，佢嘅痛咧係冇退路啊！寫出嚟自然咧係比男詞人咧就更加刺骨，但係咧佢嘅詞咧係真實噶，唔係男詞人嗰種風雅或者係情緒嘅姿態同埋文化嘅修辭。李清照寫愁。係佢逃避戰火同埋保護文物時候嘅嗰個嘅寒夜，係失去丈夫嘅孤獨，失去家園嘅痛，同埋失去世界嘅絕望。佢嘅詞唔係寫愁啊，而係愁本身。呢一種真實性啦，係任何技巧都模仿唔到噶。佢嘅語言咧就極度節制啦，反而力量就更大。嗱，戰亂同丈夫佢嘅丈夫早過世之後啦，嗰種怨同埋愛咧交纏住，就好似你留低我一個人嘅嗰種痛。嗱，最典型嘅咧就《武陵春》裏邊咧嗰句係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又例如星星漫開頭，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呢啲唔係堆砌嚟噶，而係佢揾唔到人啊，佢揾唔到家，揾唔到過去。更恐怖嘅係佢揾唔到自己啊！呢一種語言嘅節制同埋重複咧，就好似嗰啲人嘅心跳一樣，令到啲讀者咧感受到佢個痛。李清照咧係因為命運咧成為大詞人。佢嘅清麗咧係年青生活俾佢嘅，佢嘅蒼涼咧係中年坎坷嘅命運逼成佢變成咁嘅，而佢嘅力量咧係從痛苦係淬煉而成嘅。佢嘅詞作咧同人生態度提醒咧每一個時代嘅人，真正嘅力量唔在於迎合世界，而在於咧完整咁活出自我。李清照係宋代千古嘅女詞人啦，唔止佢嘅詞寫得美極啦，佢嘅人生態度同埋智慧咧，更加係直接走喺時代之前，留俾後世嘅典範。如果講佢係宋代嘅女強人咧，一啲都唔誇張啦，只係呢一位女強人，亦都帶住文學、哲學同埋人權鬥士嘅光環。一般以為宋代女子咧，只能夠係賢淑啦、順從啦。錯，李清照直接話俾你聽，我做主，我寫詞，我流淚，我決定離婚，我唔靠任何嘅人。佢冇喊口號，但係佢嘅人生就係女權嘅宣言，尊嚴高於名聲，理智高於傳統嘅束縛。面對苦難，立即做出行動。
如果將李清照放到今日，佢絕對咧係嗰種既有文學才華啦，又懂得活出自我，仲能夠咧做心理管理嘅高質素女強人。為咩佢永遠唔過時啊？原因就係佢能夠誠實咁呈現感情啦，唔去粉飾，唔去偽裝，佢擁有高度嘅自我主權。就算孤身一人咧，亦都唔會被打倒。佢將文學同埋人生融合，詞唔單止係詞，係哲學、心理學、人生智慧嘅合體。簡單咁講一句啊，李清照係用詞去寫佢嘅人生，而用人生咧教我哋做人。咁千年前呢，佢已經用文字寫出現代女性嘅精神密碼。千年之後，我哋讀佢嘅時候，依然要豎起大拇指啊！心裏邊呢，其實都唔係心裏邊，我幾乎都係大聲疾呼：李清照，你真係永遠嘅女神！嗱，呢2個星期呢，我就不斷咁睇李清照嘅人生經歷啦。除咗能夠認識呢一個真正嘅偉大詞人啦、哲學家啦、人權鬥士啦、文學嘅高手啦之外呢，我竟然咧發現咗李清照有一首7絕詩，寫得咧極為吻合我哋而家香港嘅處境噶。嗱，呢一首7絕咧就係、題八詠樓。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樓宇後人愁。水通南國3000里，氣壓江城14州。嗱，詩意咧就係大概係講江山雖然好，但係咧就快兵臨城下，危在旦夕。可惜朝政咧敗壞，兵力弱，國難呢只能夠留翻俾後人去面對。嗱，呢一首詩咧同佢早年嗰種軟弱嘅詞風係唔同。呢一首詩咧，佢冇喊、冇怨、冇自憐，佢而係冷靜、沉鬱、諷刺，但係包含住深層嘅悲憤，一種面對現實風流已去，只剩下愁緒嘅嗰種惆悵同埋無奈。你有冇發覺呢？呢首詩呢，正好描述而家香港人對而家嘅政情嘅哀愁同埋無奈，簡直係絕配啊！咁我呢，亦都和咗一首7絕。傾城。千山疊翠遠神州，歌舞升平四季秋。幻變風雲驚夢碎，斷腸此際盡離愁。A fallen city, layered emerald peaks far from the mainland. Songs and dances bloom where endless autumns stand. Winds of change awake a dream forever torn. In this shattered hour, all parting grief is born. 今日呢嘅音樂呢就係聽下肖邦啊，肖邦呢呢一首係第10號作品集 Number 3 in E Major 離別曲。我呢就選咗呢Alfred Cortot 喺1933年錄音嘅。點解會揀啲咁耐嘅即係音樂家嘅作品呢？係因為呢，佢係有一種呢嗰啲古舊嘅哀音韻味咯。咁我哋而家聽下。